欢迎收看《后上太上宫》，有话太上宫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涂志忠阿中古乡下的老后生人大在顾了，唔知大家平常身边有两种朋友么？老记6點愛食飯，結果到7點嘅人忙出現，到底啲哪一片了兩種好慢多嘅人，佢嘅情感度。到底呢個上乜嘅咧？今日有講到6個後生人來開家鄉下來分享，為慢多嘅人到底呢個上乜嘅，眾上分享。首先，老太太小姐對阿志怡。大家好，我係做細檔行嘅絕對唔會慢到嘅阿志怡。第二集啦，小姐就係李家。大家好，我係唔會慢到唔過懂準時到嘅李家。我今天就問一下，今天是花博代言人嗎？媽咪代言都做對。今天是水仙子呢。水仙子好像不適合那個。我們今天是這是跳舞老師，我的跳舞老師。好了，謝謝。好，第三招啦，小街頭 free kick 呢？大家好，我係唔想早先被啥嘅困擾，所以應該是唔會遲到啦。又年拖，又年拖，走到一啲啲安用興嘴好。第四招啦，所以叫做阿燕子。大家好，我係上司嘅嗬，66嘅我有一些慢到嘅應徵。第五招根本嘅發量是通過，絕對係有機。到底做乜嘅會分藝咧？咱前幾5啲可能我準時都代表，我就係中白強。對我嚟講，我當下利用事件對我嚟講就係金錢啦。我老太講，佢當下利用大家時間，冇用到大家嘅時間，等下慢慢撈大家注意一下。最尾老太小嘅幹呢？大家好，我係唔會慢到，唔過本警察錢都不卡門口嘅假呢。哇！警察機關嘅，都係警察嘅事情。我想講呢，阿伯前面警察然後很匆匆。我做警察。你自己就是慢到警察。做賊喊抓賊。一開始哈，還係教台子教來個係合位部分，第一個就係慢到，即係總把鏡我寫下來哈。慢到。因為我唔算慢到，所以我學起來係嘛。學起來，你喊班長唔會慢到啦。好，第三對趕不上，來不及了哈。父親哈，我會造句。電子語叫咩造宣？父親啊，父親那個東西。我講，今日捱張100天聽，大概都會記誒。好嘞，先等一下。你新演的哦。父親，好，再來。趕不上車班了，扶唔到，哦，自己冇多幾種啊，哎，差標扶唔到咧，將把佢當年好大白六樣是扶唔到來發不是就扶唔才嘞，就慢到嘞。政治一個嗆寸扶唔到，是這樣講的嗎？嗆寸扶唔到，有人講，反正他現在嗆寸沒搞。因為他還在嗆寸。不過真見啊，來問大家講，吼，主要講平常身邊有兩種哦，吼，為慢接送，為慢到人。唔過我談講，吼，有人一開始講，吼，為到大家，故說。哦，唔會聽做到，給你講即個嚟解釋一下，水公主、水精靈。我唔錯，眼一精靈吼，就會為到大家。因為呢，其實眼做啲底下講不強嘅意思。講乜嘅？就講佢大概都懂慢到錯嘛。我見如果眼見冇想喺大送大家嘅時間，利用時間嘛。係啊，佢係冇想喺大送佢切假時間。錯，我嗰種算了，不要跟你不一樣，好，跟你不一樣，跟他同一個。因為當我開拼音來上，係嗰陣呢，我吃到迄個拼音啊，像字義啊，然後佢又飛法哦，佢就會當準時嘅人嘅提早到，我就說有壓力唔啲嘛。嗰陣呢，迄個人老我又飛法，我就唔會提早到，我咩唔會慢到，我就會度好準時到。因為我知道按樣就唔會本拼音有壓力啦，跟我咩冇慢到啊，錯冇。嗰陣我所以呢，就係開拼音上嘅一種方法。我就是一個貼心小公主。跟阿志怡，你接送係
電影嘅啥，又係本人電嘅啥。因為呢，其實藝片從事真人大部分都會藝術嘅電影，尤其係做寫檔行。因為藝啲做寫檔行就係對時間係看黏條嘅人。因為藝會講講，你講好一隻時間開始，嗰時候有一隻行長啲噃。但係呢，拖嘛就拖多一時間，可能呢就會逼電時間，一夾去完成。結果呢就會影響到你做嘅東西嘅質量。嗰時候藝會講那係每一本嘅時間拖多，又唔會清楚去完成。嗰時候除咗做寫檔行，藝對自己要求就係呢，那係真係唔係讀到乜嘅動機嘅事情法。藝老師講，藝遲少最慢就會15分鐘，因為一天會多，就是我的遲到嘅扣打就會按用。跟平常時除咗做條路以外，還係強調按黏條、按黏嘅。其實冇藝咩係動碟型嘅人，因為呢，其實那係做些藝就會講個時間係動重要，因為分分秒都係安排好嘅。唔過你那係約飛啊，老朋友出去搞，因為藝做啲有啲朋友就會蠻多，係藝對其他了解就幾習慣嘛。嗰時候藝咩係時間慢慢來。唔過呢，像你細阿妹約飛嘅時間一定會大班嘛。嗰時候藝做嘅托上輔導後，又都會現切嘅障礙。唔過呢，藝係會老師講，一天愛啲15分鐘以內愛多。最慢就會15分鐘，係佢本自己嘅限制，總得慢強求，長要已慢到45分鐘，跳歌都要馬上你講幾篇都開呢？唔是講啦，阿嘉呢，先來講下，我們處女座好朋友絕對不會遲到，係嘛？可是陳偉如會，我不承認他是處女座，好，愛慕新年，係，因為多多人講帶一群。也可能蠻多，帶一演就差唔多都會準時到，因為像我帶到中下，那我同好朋友都帶台北，我聽說我帶附近嘅公車2點鐘站1班。哦，嗰時我聽說愛啲嘟好嘅時間，喺個我冇坐到嘅公車，就會現場2點鐘，真係阿妹愛呢，就會慢到2點鐘。嗰時我大擺都會。動作就會多啲幾片定嘅朋友，唔係動作就係動漫安尼。幾百強我現在賽到屏東啦，我可以跟他同甘共苦，感同。還是你一去小琉球好了，越超遠，一定會準時。一次我就遲到係嗎？冇啦，我只有講幾片風景卡好卡。把強一毛新年講係嗎？來，大家來打票一下，後上台上嗰個蠻多風係嘛？在1、2、3，中八強。那應該講哎，大家講哎，中八強是人氣票選的。對，人氣票，你人氣王哎，蠻多人氣王，你自己來講啦。好，來，我來解説一下，先講一下。上下禮拜你前面係講學條路嗎？有蠻多啊。冇。有。馬上講還蠻多，講出來。你給我坐着，他們臭男。就講你收幾多錢？你自己講。你這麼喊太長。不是兩嘴爆木，有蠻多。有蠻多一些嘞啦。先來學條路嘅朋友吼，千萬記哦，我做主持吼，我絕對唔會慢到，因為我係就係都唔喜歡慢到，我咪唔喜歡做到嘅，因為嘟好多。假使我做到，我付錢咯。譬如講係下主條3點發通主持哦，我的報價哈就會算哦，2點半之前哦會先到場，差不多就是1點半的時間要到。假使我下天做到哦，譬如講我彩排，因為我彩排好你動家啦。我假使你下你下差掉，因為可能你彩排我2點鐘，你打算係挨戲院呢，所以你才付挨錢。冇慳油的原因咯，係因為外輔導要看到主持人下做到下安心。為了你的安心，你咪愛付錢不挨，所以愛付錢輔導費挨就會到。Hi Miss Money 啦，就係中八強嘅傳錢嘅頭利啦。中兩剛你剛才有講到充電，結果嘟好多，唔講你係嘟好多就會慢到。給你講係講我吃到中八強大擺都會按用，就係講見慢到錯嘛，唔講佢來嘅時唔會講啊排先挨慢到，唔會。你點我係家發生嗰啲事情點我係家用辦咯。佢呢條叫人點啊？3號就信嘅阿婆，就信紅嘅阿婆。本結果。大家好，我呢度乜嘅？然後下一家就會唔記得幾蠻多嘅事情，你就會講真的啊，發生咁嘅事情，轉移注意力。八強，你來改寫一下好嗎？好。
台上讲做乜係慢道？好，台上讲做乜嘅慢道咧？因為咧，你後大擺了張時間係下晝頭2點就開始，結果早上10點就回來咧，4點鐘嘅時間，我化妝，我做跳那麼，我打嘴鼓，踢大送時間啦，大擺落嘅時間，我自家做跳那麼，化妝嘅面還是斜斜掉，唔是塊暗道，款味唔是暗道，斜斜掉唔係咧，弄翻咧。你很奇怪哎，可以嗎？奶在誰掉，佢唔誰掉。我化妝差不多10分鐘是結束咧，做跳那麼我自家都做5分鐘做咧，15分鐘我是做咧上台咧，結果咧我4點鐘帶到2片，喺度彈大家彈最鼓，喊住嚟搭擺 re 教嘅書啫 ，re 教係回到馬山 ，re 教係回到，繼續豆腐卡冇自家練習繼續練，我就係學自家練功，自家豆腐卡，到攞到一上台立刻上去準備好，所以唔是很多時間。我一來就做啲全點開始。你即係我講話，可以準備幾多？可以講去見，跟住喊擺唔是來啦，唔是按雕件嘛。嘅客家重點啊，總鼓啊，重點啊，你哋有頭部理解啦。咩講正經啊？可能啊，那個觀眾朋友也身邊正經有上白腔，大擺都慢到。不過我講正經，其實咪動眼睛嚟眼好，就是如果可以改善一點點，我相信他的人生會更好、更美麗、更棒。其實每次都白腔慢到會動好，因為大家出兩歲做啲聲啊。有機會睇家嘅 Sugar Daddy 冇發現。哎，謝謝白腔阿爸，謝謝白腔阿爸哈。哎，你好，個觀眾朋友嘛，上行也身邊有發生過乜嘅當歐巴、當好笑，嚇因為有可能慢到3、4點鐘，研究到底發生乜嘅事情呢？等下就來繼續到台下向下來分享了。呢度係台灣慢道，我係國際化慢道。呢個行到國際咧，你看。International。幾好傻片啦！倫敦嘅機場有幾台唔掂喎，超幾台啊！我行躺到馬上應掂喎。跑全場，2, 2, 3, 4 ，Your plane is taking off， 這種完全有國際名將的感覺。哎，我轉起台灣時間了，我就覺得自己是國際明星哎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上台上嗰陣時，有冇現場加體育團堂體大家請到係炮火親民親忙哦，火親忙受到阿伯強嘅神吼。哎呦，血栓還好嗎？認真用得唔好啊！哎呀，這代表人緣好才會這樣吼。不過吼，上海本台在度分享講一個自己經驗過當歐巴嘅慢道嘅經驗，好冇？好啊，來分享下嘅故事。係易冇？係冇唔錯，就係捱。係要先同大家講排聲，我先飛順利。因為捱一上完上勢，雖然會慢到，不過大部分捱就會先同對方講，比如講捱會慢到5分鐘，慢到10分鐘，甚至看洋葱慢到幾點鐘，捱會同佢先講清楚。啊，不過有100咧，捱嘅同捱吊打，向下來做事嘅人啊，嗬，就發現到奇怪事件愛多咧，捱係盲傳信息，因為差唔多。你兄弟係嘛？幾險啊！老公，熒幕情侶，解盤，要看到幾好啦，呢兩隻感情唔到啦。冇錯講，係冇上去撫慰到。好啦，通常就係講有100啊，我就睡過網咧，手機嘅拿電，然後我要卡嘅貨咩冇關停，我就按你衰睇咧，結果我過100有幾嘅時間了，就係有人哋咧傾我要卡嘅叮咚叮咚門鈴，我就下想想講奇怪，我就按你去開門啊，漏洞嗬，幾碼嘅我用路買嘅東西來，這個東西，我就開門一個，我看你就會抵押咯。你都有啲啊！打電話你就冇講，喺香港發生乜嘅事情，家家女人冇卡開，到底發生乜嘅事情？係講啊，阿妹愛，你兩日要做事嗬？佢話係啊，我見到啲人咧，係夾，撞，隆，夾，撞好來咧，係就夾嗬，變出去按嘅。結果我就發現到應該係我前一按部 take 開咧，但明明其實我坐到面從當方，我拿一個東西，結果冇聲音，坐下應該就衰退咧，我手機也冇充電啦，冇關係，東西咩冇數住起來，全部事情就冇做嘅，後底我看冇小水，後底有邊嘅，冇小水，後底有邊嘅，真係假嘅。燙到重樣嘅，幾天用咪電影第哪一片啊？哦，太近就抵啊，因為太近就會累下。
唔會慢到嘅，應該係肉肥哦，因為唔定，應該係肉肥哦，可能還有壽司啊喲。你回去等一下，人家節目錄聽，你怎樣會被認真打死？哦，唔會。好啦，因為大家素材就係一個工作室啦，嗰時候東東研究室有來過開會啦、討論啊、排練啊等等。因為韓版我們也去照顧一下。走地。看你有衰態。因為13年代嗰時候有勞動啊，係發生乜嘅動態條嘅事情。這兩是真實嘅核心啊，係出人命。還是表面上謝逸軒。好啦，小可來檢查一下，什麼今天的案子先，唔講係13年真是冇想去停啦。其實唔講到上係咩冇？講到呢現場吼，飛機咧看起來真嘅唔會慢到嘅。啊，咪真係唔會慢到，做媽媽唔會呢。嘿，結果飛機咧，佢竟然有慢到嘅經驗。該未係愛追印象最深嘅，因為真的遲到很久，差不多會慢2點鐘。還沒有突破摩天的記錄啦，冇相關。慢2點鐘，因為我到台北送茶，喊我去偷人，結果我冇注意到，該不用茶係偷人冇聽㗎，係，因為直接不用挑，得開做。係啊，我想講奇怪，因為都冇聽啊，然後他送起來時間，我還沒意會到，還沒意識到講該不用插係直達車，還是凶。哇！你冇團到廣播，他有時候會說此班車下一班，下一站就對面而已啊，其實是對門月台停嘛，可是我是冇注意到，我是送起來，我想講，哎用我做得提走道，結果我是想講，該台北到突然還有一滴滴時間，雖然動腳是到了，我想講我可以眯一下，結果眯一下就到台中了。哇，去得轉播嘅。哇，真嘅動人咧！哇，所以提醒大家韓白去湊高鐵的時間，該查表，要看進來，冇事會從個飛機用去，本單去到突然講要去苗栗，哦，怎麼到台中去，又要過判斷了。係啊，家下認真有水果房，嘅阿家呢，今日會水果房嘅嘢。冇錯，因為其實我平常是唔會慢到嘅人，就是我做些。火車從頭就會慢到太高，就會走前1班、前2班，就唔會慢到。唔過有一年咧，我劇團表演嘅時間太高會集合，結果10分鐘、20分鐘、30分鐘，我都冇出現。太下想講奇怪，可能因為冇出現，因為我啲劇團10年從來唔算慢到過。原來係我前日我也水果房嘅，佢用時間尾就當見仲只有我見房過間咧，有警察來請人啊！我說我也可以，係咩要恐同？我也可以做這樣人要判死刑啊！我也聽因為有案犯事情要處理佢，哦，原來喺劇團人勞動嘅自家1、3個地方卡可能屍體，因為我要帶動演，嗰時候就打電話就報警來請人，咁巧劇團，其實動就愛嘅。很麻煩到警察先生，真嘅，警察先生行開附近，現在自己控制。因為太用電吼，唔過白看環境咧係吼當出名，唔過佢對機艙地背吼，係那出名嘅公司，全世界出名。你講得係要見人倉，那慢到呢都係台灣慢到，那係國際化慢到。呢個好到極致咧，應該。International。嗰啲白行啊，前景現象當前期，係因為嘅係我人生當中唯一一擺慢到，沒有人要打岔，是不是？唯一一擺慢到，唯一一擺慢到到全世界認到啲。我冇講咧。因為我就分享過我以前個主持嘅故事啊，我回程嘅時陣，我接到東到朋友講哦，你東南都去到，已經過到老你賣住啲嘅紀念品啊，譬如講九馬龍啊，因為到台灣當貴啊，所以到該便宜九馬龍。免稅啊，所以該用水是當便宜啊用，所以我是到記得去看一下，該機艙地背都係免稅店，然後就偷閒，然後偷到啱算哦，差唔多嘟好時間就得去我登機口啊，登機口，那算好咧，平常心每定係算到凍嘟好嘛哈，就真的是差唔多2、3分鐘左右嘅時間嚟用，因為我想講，那可能到偷張機艙係差唔多太細，嘿，結果。
伦敦嘅機場有機台唔掂喎，超機台啊！我先好以後啊，我想我差唔多做啲一款我登機口，嘿，我開始走，哎呦，一個過彎，2個關，忙到喊我2張、3張、4張、12張，啊，忙到呢，後來我喊躺到埋上進地嘛。跑全場跑全場 ，2, 2, 3, 4, your plane is taking off， 然後就準備要起飛零點哦，結果我動緊張哦，結果，但是我不能走太快，因為卡邦地北多，行李箱動都係向水，所以我哋乒乒乓乓喺地面地哦，所以行到動上啊，我而且躺到我命地嘛，動到認觀音哦，就去地勤啊，記得。Are you 跑全場 ？Are you 跑全場？大聲啲直接問我，你睇到大家講哦，我呢件動作完全唔是本地香港安諾樣哦，就是完全有國際明星的感覺。哎，我轉起頭髮時節了，我就覺得自己是國際明星哎。台灣我直接警察無同走起來，係錯什麼基問題？屬於200事情喺度，總算行到嘅那個登機口咧，一上機嘅時陣，哦，大家用目線啊，用肯定啊，大家有司機啦，多啲係馬莎，只差那個掌聲的嘛，我差點自我介紹，不會。你樣嘅英文會叫比較，對你這種好嘞，還有台灣羞恥，對，我已經就 check in 咧。所以記得我等。佢講個會大概就是那種恐怖分子，呢個機衝地位都重要。唔會啦。哦，先來分自己分享，但係佢自家可能冇乜嘅同歐巴嘅蠻多經驗，好地冇傳到人媽媽。真嘅，我冇從中白劇案例可以放到國外去啦。如果我嘅媽媽真有愛我嘅潛能哦，他有這個潛能，有。我偏就好偏。因為我媽媽就其實佢係同我爸，而一般你就想講，我係幫我媽媽傾做嘅商業嘛。古時你就特別有嘅麻辣火鍋店，因為佢最好食嘅就係麻辣火鍋店，你想話好約好嘅，啲嘅店門口就等佢，嗌然後嗌姐姐還有嗌自從就屬嘅等，1點鐘我過去了，想都會忙，還忙都會打電話，嗌準備啊，這樣多都會出問題。佢說等，有啲叫誒，跟住船頭都講，你有時間，因為開始衰咧嘛，嘅，我想講，再個打電話俾佢講嘛，嘅，其實佢當場講，佢就是講講，sorry啦，你吃家去生啦，我老跟我生啊，去那邊搞啦，哈，你吃家生就好啦。這是誰的生日？馬英嘅生日。媽媽，韓國其實你就會大拜都會蠻多，還有吃的，從前他就吃家不用掉的嘛，先蠻多再過就吃家不用掉誒。唔過佢還有擺給阿娘沖，因為呢你就慢慢就就會習慣咧。有一班人係愛慶祝家嘅阿梅節，阿梅節後來都會傳開，他家就都會，我媽就先打電話，你打電話，我媽就講，你就先試試啦好，你就先試試好，你就講好，反正佢蠻都係非常會吃嘢嘅事情，你就先試咧。後來佢蠻都會2點鐘，佢都會過後呢，佢就是按存下來，還是都同歡喜。係故事後來你就想真係啦，以後呢，佢蠻多就本佢蠻多，那係佢會不用掉，係咩本佢不用掉嘅啦。阿妹關咧，冇佢係嗰種準時都會學到，從今天中白劇，你有應該是佢準時。因為我哋會有暗用型嘅想法，先見做人做唔得做壞事情。佢講到做生，然後人做生意，佢理解咩有暗用嘅經驗。真嘅，因為我同好老配上人做生意嘛，吼。古時候嘅時節，其實我就同到啲朋友，你都會當當凊彩啲約會啊，比方講，知意，我約幾多點啊，到哪邊好冇啊？古時候你都會條條嚟約。基礎唔啲講，你一本嘅 surprise 啊，唔過你有一擺你就想講你係用明山好咧，因為佢用氣氛嘛，其實差唔多8、9點嘅時間咯。唔過我嘅朋友呢，我都記得約8、9點，佢就講好啦，等我一下，因為有人用我啊，去酒吧，等我一下好冇啊？我就想講佢係做生意嘛，吼，你手心最大啊，又唔係排泄啲安用，見啲對記安用嘿。唔過你後面就講。哎呀，我又要去那邊，清明呢，我就真的就是跟他攤牌說，我們在幫你過生日啦，是一個驚喜啦，你哋嘛，佢這樣
夹夹过来。哇，冇惊喜咧，冇真嘅冇惊喜 surprise。咧，嗰时候有上是慢到，你就冇惊喜。冇啦，讲到嘅黑唔掉啦，真一定要办 surprise 给你们。完全 surprise 做嘅輕條切㗎嗬，前幾老太太講平常時就用好呢種準時嘅呢種習慣，怎會按用見嗬？不過咧，觀眾朋友嘛想啊，你有談過乜嘅非常歐巴嘅理由，慢到很有理由，韓國用英講過準時只係慢到，你咁有同意咧？等下再來繼續老太太向下來分享了。你因為慢到係冇啊，冇啦，嗌腦霧啦，啊排泄啊。那我未做呢變咗隻橋，學幾耐咧？嗌同英同唔講嘅啫，真言講嘅仲要套咧。唔過答咩啊？你慢到啊，你冇提早講哦，連都唔到哦，韓國寫有，你哋下手機拿出來。好嘞，唔是講抄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公嘅節目現場，我哋上一團正經有談過青島身邊親戚朋友嘅歐巴嘅理由，你想講呢個理由嚇，很做得，結果呢一團很拿歐巴回來咧，我談到呢個嗬，唔單止根本就係老自家接應送本看唔到嘅東西。用不按用，阿自己來分享下。我喺講到慢到嘅故事，除睇中白劇，就係嗌媽媽。嗌媽媽呢有一擺真見同歐巴，記住講話，唔係嗌慢到，真嘅唔係嗌嘅唔錯，係神明開嗌遲到，開嗌慢到，係神明嘅錯。嚇，神明嘅唔錯，嘅神明嘅唔錯咯，佢唔驚錯雷達。唔驚，因為係點喎？一個故事係容易。因為嗰種時間媽媽就會按神明，會按錯嘛。古時嘅記住上後一開始佢只有順當做嘅，就寫去按家嘅公司嘅神明。再過來呢，記住講，給不開神明使用哦，他就需要我擔任其中一個，就是一個職位，然後天數按神明，不開神明，因為佢嘟嘟後面辦事務嘅，古時候就會按神明。好，我就留記咗，記住同我講，既然9點，就當我嘅副駕嘅副權係定啊，我就講好，我就準時9點到，我咩冇提早到，我係準時到。喺9點到嘅過後呢，我就勁等，我就想好平常時8點鐘做嘅，再個等1點鐘做嘅，再個等，我就想好1點鐘還忙到，我就打電話講，佢講啊還蠻好，你這個等下啦哈。哦，今年呢個蠻動熱都會死，韓國動作紅潮，我有動詞動搖，我就好，我算算我對佢了解，我唔是滿神明，我去個算算啦，應該行我再過1點鐘，故事我就先去識走睇過後，我係慢慢識咯。係定價比哦，係實體過後係忙來，係忙到我去往超級市場，去往百貨公司，係忙到我要等你2點鐘。後來呢，總算幾多咧，我就當天啊，因為真有啲長久又黏，我行我請事情做，我要去往嘅要買東西嘅，要花錢嘅，我就非常嘅欠，我就講我就當天啊，跟住佢媽，結果我做唔得嘛哦，哎我做唔得嘛，係神明哦，係神明問題，我做唔得哎我媽哦，因為我家下即係按嘅公司嘅神明啊，嘅神明就見我嘅鼻唔好啊，乜解啊，有聽到嘅問題啊，冇身高啦，係啊，冇辦法啊，因為時間問題係咩嗌問題，全部都係神明嘅唔錯啊。咪要都有道理呢，對我嚟講啊，學起來咧。韓國我媽係會講我，你做乜你媽神明哦？但係韓國我嗌不開神明哦，而係用嘅用 V 嘅哦，做乜哦？我係聽順嘅，本保佑呢。哇！理解咧，唔知係要談過埋最歐巴理由哦。我知道最歐巴嘅理由吼，老實講我自己沒有用過，所以講啊，我叫佢用版，叫佢吼，哎呦，你咩都嘅，就是怎樣啊，都市啊，用版啊，根本冇發生乜嘅事情。我年啲咧就好起來咧，我就神咩有困難，哎好起來啊！好起來，我最近見面兩次係爽口呢。好啦，你知道最歐巴係亞哈等同因為確診嘛，確診吼，亞哈等同你會講，因為慢到嘅冇啊，冇啦，嗌腦霧啦，啊排泄啊。那我未做呢變咗隻橋，學幾耐咧？當到嘅發作
很多的事情都做在按钮来讲哦。真紧动欧巴呢？怎么会这样？连脑雾嘛走在点点。唔过甲糖讲吼，就至少是性变因，又像是那种你有糖管的时候，唔过白欠来老在讲，真紧糖都会压都会死个理由。真紧哦，我真紧谈到最欧巴的故事来讲，佢曼多佢喊讲哦。曼多系政府嘅显示，我到咧欠的地步都系体位。哎呦，最曼多代表最高体位。开牌。系哦 ，Hello， 体位系靠陪三年准创就按到体位，唔系靠你曼多就按到体位啊。所以你曼多意思系讲陪三嘅定义，所以你系注意睇，我冇法度接住你種嘅假球位。拍咯，改玛莎。马上出来！我还要生存。唔过讲真紧啦，又相信哈，跳摆到了哈，又糖果，又对人甚至系那种卡内基啊，有时候教学会老太讲，准时就系慢多，老太讲准时是系慢多，你就算因为你准时只是刚好符到那个时间而已，你要提早，你不可以在这个时间内才到。所以台上用认同准时是系慢到，你基本嘛阿嘉呢？我吃到准时唔算慢多，因为你迄个像我大概都动做就动，太做多太家就动有压力。古时我都会去咖啡店、便利商店坐等1点钟、2点钟。迄个迄做事为了迎合开会，我就会提早5分钟去到办公室用班。迄个迄约会无就连。我聽錯會準時到，因為我聽錯會大家都錯好，我再過來閃亮登場。閃亮登場哦，呢個叫做風車咯。哎呦，難怪叫佢做到按大面。係哦喲，韓國假使機上假使同走走，就是那種約會，人家會說我好像很缺一樣。哦，是不是一早就先來看看，聽聞有哪家誰來應該啊？我就是這樣想的。你也想要這樣先去看的，就想到安用聽來嘅。印證沒有故事來分享。冇唔錯，不過有隻故事唔係我本人嘅啦，因為係做講假使基本同人約啊，差唔多提前5到10分鐘限做得啦。不過上司係提前太早吼，真是會本太啊做阿妹哦呢超神困擾咧，因為係前邊發生嘅一個故事，佢講有一擺啦，佢約嘅一位來賓，啲下晝1點嘅時間，我來錄影啦，結果咧差唔多啲早晨頭10點半11點嘅時間，天台就大天花本佢哦，佢嗰兩時行啲咧衰木啦，就叮，佢就炸天花，阿天台就講，唔該來賓來咧呢，佢嚇到嘅時，然後就想講，阿妹我係唔係係記唔錯日咧啊嗬，記唔錯時間啊，夾風從變到嘅天台去哦，結果咩咧規班人在地度講嗬，一位來賓啊，講出㗎。慢到，故說提前咧2點鐘到，我個前邊咩有些咧感覺啊，同佢大嘴鼓就做啲錄台節目咧，故說總就會就請佢是董主後咧，啊咩會2點鐘唔等陣皮佢大嘴鼓，還會請佢是董主呢？誒，真緊呢，我想講2點鐘我做乜計？因可能，假使我唔係上網，我可能還有其他安排，我又不可能一下去附頂去。冇可能用去啊！你按做多，你就做得去副圈的呀，就這樣去個店呢，跟天一樣啊，2點鐘還做得跟天一樣呢，做店呢。你可以學嘉寧嘛，去旁邊看一看今天有什麼貨色，我再考一下，我再考一下。假使冇重嘅，哦，我先回家哈，拜拜，講耐點事安用去，跟你家先來分享看，知道準時算係慢到嗎？其實吃到準時算慢到嘅，但是我說準時係。9點多一發，有9點多，你都會時間聽說還會慢1分。平常時就會按鈕啦，故說你聽說準時就會慢到。故說呢，你知道最唔會慢到係你提早2分鐘、1分鐘、3分鐘，還是說也都係提早到。但是準時的話，真係你就會知道係算係慢到嘅。唔係啊，佢家下頭前有共同碟性啊，就係做你一時咧慢到就本人得按鈕係碟性小公主。超難，但是。故說而家還要講唔得。我知道你要提前6分鐘、3分鐘按鈕。哦。按講有順準哦，就係你先啲門這麼長，啲門係有燈，咁有啲嗶嗶，咁樣按我吧，係冇。不過你一下本台再來想一下一件事情啊，因為定期統計嘛，用英就會想講做乜嘅用英係慢到，用英會做到，因為定期統計有兩種身體嘅因素講好積極。好會做，好想嘅怎樣來做些，佢新冠讀嘅1分鐘，其實他們有做過那種測驗。
性功能其實上過55秒鐘到58秒鐘之間停電，不過好慢多因為他覺得1分鐘的時間 keep 落去，其實已經過了77秒鐘。哇，那我先停落去，係唔係已經過了2分鐘？冇3分鐘，3億可能哦，你才覺得性功能哦，就過1分鐘嘅。還有做乜嘅會慢多嘅原因，佢還有天嘅可能會發生係因為佢老自家想到挺好咧，就佢也會講他的計劃可以完全照他的安排，哦，結果是他同態去。哦，明明你時差是30分鐘，你想不可能，我開20分鐘就可以，結果概念太差又差貨，哦，有時候50分鐘就同態。結果有奧利度，唔錯，就從總把人家中意了。怎麼算沒有算到自己腿比較短？壞習慣，會經依然會講慢到係壞習慣麼？我是都冇完全係壞習慣，因為總會有唔拄好嘅時間嘛，同埋白看真緊啊！你做啲控制啲度時會同人唔會同麼？所以我有唔拄好嘅時間啦，所以其實慢到冇，我是都唔係完全係壞習慣啦。嘅壞習慣係哪一部？不過我有一張原因係我總在接受嘅慢到是係睡過頭，睡過飯。我對我自家咪係安樣喎，係我自家睡過飯，我咪總在接受，因為我知道你一天第二天你要做乜嘅，所以你總唔得用睡過飯嚟再去做理由。嘅阿簡呢，阿燕子點啊？總唔得睡過飯喎，總唔得。白看唔認為你係壞習慣麼？其實講真緊哦，我認真知道你係壞習慣，所以對我來講吼，我看場合來決定哦，你要慢到要提早到。哦，不過你們真係咪啦？估錯，真緊講題。我而家自從留了4年外見哦，打100先係造新可能3-4點，我是適合嘅時間。我前夫係5分鐘就簽署提早到。你按照你講出來，因為你就會講哦，一家之主你沒，我全面一下，我冇係睡房睇我嗰種人。我對嗰個假設，因為家下就講啊，就晚節時間來應用假設，所以我提早講。你總你慢講慢到之後，你喊當作唔會讓向到陪生音。你先講本陪生音喊就緩衝嘅時間啊。你譬如講我今日喊慢到，你都是做啲先去屙尿屙屎食東西食咖啡好嘞，唔是講慢到。重點慢到大家都有反應嘛。咁講應該係先講，總唔使講，冇講啱會慢到。本應定係3點鐘、4點鐘。同英同講嘅，真係講嘅同有道理。唔過答咩啊？你慢到啊，你冇提早講哦，聯絡唔到哦，韓國寫有，你哋下手機拿出來。好嘞，唔是講錯，觀眾朋友咪想一下，唔自家有慢到，結果啥通體動態嘅機會係乜嘅情況咧？等下再來繼續留大家聽下嚟分享了。抽鼻氧機啊，抽火柴，付唔到，付唔到嘅話，哇，你好針對性哦，很矮咧。針對佢啊，喺講亞中，你大概都付唔到，我就知道冇辦法，唔建議，因為已經有偏，冇可以限車，像人永遠一家之主唔會慢到，通常睇成功會慢到，按永遠嘅人就做得本期建議，做得有改變嘅空間啊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上個節目現場吼，真見牽發大家千萬唔好慢到，就會變咗總百強了。因為上節目本大家沙尖本打到死，真見千萬唔好慢到。唔過啦，你下問一下阿志怡，這個是有因為慢到通體動到時間，通體動到機會，人嘅機會就像長春嘅條嘅一起就冇轉啦。其實真嘅就係幾擺啊，因為我冇動到機會，係因為慢到按樣冇踢啦，就有一擺真嘅我印象特深刻咧，就有一擺係一隻廠商喺前我合作就做按樣嘅業配，嗰陣時佢就讓我聯絡，因為我咩澳門做一隻牌嘅東西，我就同關係啊，你就來當我聯絡過來聯絡去，嗰陣時打咗一個一種氣氛好蠻好喎，結果佢就講嘅我產品做得基本原本我體質係有我帶素材我記到奶啦，然後好啊，我就本記嘅，跟住就講你帶素材，然後
因公司啊动群呢，你做啲出价来两个 formal 啊，啊我做啲出价老唔少嘅不卡公司嘅产品啊。其實我上潤費啊，係啊，攤出來。不過後來係捱唔錯啊，係因為嗰陣時捱就想講，咩動好啊，捱做啲出價去了解啊，係捱出價去兩咩做得啦，因為真係唔係講動演做啲行路做啲多嘅，不過係咩係有一系列企理啦，捱想好啊好啊捱就特別咧，不過基本嘅真研就係。聽到細條去做嘅，聽到事情嘅，因為嗰陣時係早晨，佢係咬嚟約早晨，早晨係做馬劇一定會蠻多嘅。所以我師傅係約下就可以。係，佢就讓我約早晨，結果呢，我發現嘅時間呢，我幾經蠻多嘅1點鐘嘅。哇！安做唔得，今天做唔得咧。不過佢咩冇同我聯絡，因為我係完全唔記得一件事情，真係弄得人講，我係完全聽不用聽。我係看到我嘅手機提醒我嘅時間，我幾經蠻到1點鐘嘅呢，結果用個啥？我又唔係嗰種會講法療嘅人，我就直接落佢聯絡，我講當老師，我就落佢講排泄。我真係就唔記得時間咧，故說你呀下我趕過去，我做啲呀下趕過去，佢就唔講我準備開會咧，就再個約下禮拜好咧，我想講好啊，再個約下禮拜，結果樣辦？我真運動水，唔係，我真運動水樣辦？肚好，四毛命，我老記約好嘅前一日。我確診嘞，我確診就自家本人隔離的嘛，自家講到不卡體的多啊，我就開始確診用幹啥？可以加芥菜煮隔離雞湯。冇錯，我開始處理。含了蓋頭。我開始處理青頭的事情，因為我聯絡青頭的節目啊、天頭的節目啊、乜該細條啊，又冇辦法，我給佢處理啊，全部處理後再聯絡，還有嗰時呢，還係非常嚴肅的時間，嗰時我聯絡全部我要接觸到嘅人，結果聯絡到就慢。都已經按補條12點咧，不過我又記得天公日來，然後佢又約好，故說我就出價又來佢講，係說我天公日又冇辦法去咧，因為我確診咧，我本人隔離，我係本佢看我嘅證明，因為我冇想本佢到到講我係講化療，還係乜嘅，結果佢就回我，祝你早日康復。冇聯絡咧，哇！你整個灰錢佢冇讓你灰轉來哦。就謝謝佢就冇咧。你做對他豬痛啊！冇飛咧。你當作他追你哦。冇，因為其實我就有知道講應該佢就冇麻煩嘢啦。我咪知道安樣，就講對了新音感哈，所以開始第1版好先打5折，對，第1版好直接跌到谷底，後要3年確診，好，拜拜，直接掉入18層地獄，沒有復生的機會，莫再個反向的地獄呀。觀眾朋友，啊用真緊做唔得，莫學自由，佢按到正直，莫學哦。做馬看嘛做唔得哈，做馬看動量。做馬看青頭班，可能1年。好嘞，等一下，你們下課之後自己去外面打，好，這個係我不會想打哈。阿應真來講，看這個因為蠻多通體嘛個機會，也係講通體也個年輕。哎呦，應該係年輕啦，冇到機會按嚴重，就有一班人要同人約好時間咧，結果咧我就填不用睇咧，填不用睇過後咧，我就當緊仲要看到嘅時間，我就急吼傳信息給本記，結果根本沒有看到信息，我就飆過去哦，結果飆到現場嘅時間，佢就唔見睇咧，啊我想講奇怪嘅，佢走到哪去咧，佢就講。啊！我咪填不用貼同約咧，我去富圈龍記咧。你係跳公家機會不一堂嘅。我咪唔掂咧，佢經驗很好呢。因為他特別我去富圈昂嘅，其實就是調絲講。然後因為我說佢喺等，佢喺啲咧等，就鼓手爭啲富圈。啊唔講話就忘記講佢按你行我約嘛，佢就講好冇啦，你就約喊拜好咧。就冇安排咧，就冇安排，就咁係咁樣啊！人嘅朋友可能就冇喺老人做朋友，勇敢晒。觀眾朋友，啊用真緊做唔得哦，叫按到李雲俊哈做唔得，做法夾啲孫好哈，根本就做唔得哈。唔講話啲朋友行係要同我約啊，還有其他按到朋友咩？係啊，出體仲白橋。給你講，因為蠻多結果。
通体嘛个东西。嘿，其实我就係頭擺嘅時間吼，自家炒茶嘅，我接上一個老時間算到準嘅。古時候嘅茶嘅啊，迄個模糊到嘅發蒸，就會完全蠻多嘅。但是就係嘅新鮮感較冇嘅啦。真緊就係講，自家差邊冇輔導，真緊係輔唔到。邊做按樣係唔該阿家人咧。你自家就知道講，假使我本來的我蠻多嘢，有乜嘅人生嘅建議，還是講下輩子再重來好了。啊，看認真談哦。唔講，迄個炒比洋機啊，炒火茶敷唔到，嘿，敷唔到嘅話，哇，你好針對性哦，很矮咧。針對佢啊，唔係，迄個亞種伊大擺都敷唔到，我就知道冇辦法，不建議，因為佢真係有偏，冇辦法。喺現在像人永遠一家之主唔會蠻多，喺上台上講會蠻多，按永遠嘅人就做得本佢建議，做得有改變嘅空間啊呢。因為咧，當當人蠻多，因為我媽媽咪從頭蠻多，佢就會炒到碰電蛋糕就唔想去停頭。佢咩地都講，誒一下子唔穩實唔準備下就會蠻多，唔過佢係喺炒得。落線，係當然就會按咧。唔過我喺前一年我先上我提供嘅意見，我做埋嘅意見，我做埋先上我啊要做係冇聽做會做喺度啊。唔過咧，你先上後我會做埋嘅事情，其實咧就唔會按。就唔會蠻多按洋蔥，因為本有限切蠻多嘅人嘅建議。係個。不過白鉗那時候做唔得。你冇辦法，因為佢調絲嘅，調絲。有乜嘅建議啊？對白鉗來講，好啦，我感覺吼，其實也就係一個人啊。對自家嘅人生嘅態度，其實你也就係生活嘅習慣，因為你就代表講一成嘅生活習慣冇按好，韓國你一對一件事情有按要記冇，係你其實冇按要記。故說你從按用嘅人嘅，可能佢會主動乜嘅事情，將做去改變。比如講呢，喺上台上講，可能就冇要搶起來啊。韓國呢，比如講呢個其他，基本就做唔得手機嘅呢。係啊，誒，我係今日每一個足夠嘅。可能係阿小福啊，我沒有可能。故說呢，我感覺呢，應該要讀到乜嘅事情啊，本要按用嘅打擊到，佢將會願意去改變啦。係，韓國我感覺會去互相去體諒，因為呢，騙人嘅時間咩時間，所以你感覺講我要準時到，唔過呢，你就係蠻到位啊。係，故說大家會互相，大家相互尊重啦，即講太子家嘅事件，嘛強讓係事件係冇白鉗。其實吼，大家講嘅係主動認同。你只有10秒鐘，你知道嗎？冇，2秒就順序哦，2秒就10秒。你動態其實幾家下講吼，落線嘅部分啊，係互相認同，因為對人嚟講，係一個浪漫嘅男兒身啊，吼，所以應該做事情就係慢慢來。結果你不壓力動態，我係盡緊就簽到只方法做得改變。你看今年嘅愛斯科米係個改進動作，講1、2、3，今年要改進。你不是好朋友啊？好嘞，等一下，用招，所以最好嘅方法就係，好，最好嘅方法就係，我本來譬如講 any rock 嘅10點，我係說哦，差唔多9點半愛到，我提早30分鐘，對人嚟講，我才會剛剛好10點嘅時間到，這樣子，因為糖出來啊，糖出來，哎呀。唔過真嘅啦，最尾吼，還可以提醒大家，有一種慢到一項做到，其實係對自家一種嘅信用。真假是真嘅調節慢到最尾通信用破產，就係人嘅信用為聲音，信用為破產哦。我記得下禮拜向嘅時間，會繼續來收看。後生太上宮，要發太假宮。拜拜。有啲人明明要學時間呢，還係會慢到。不論係自家，也係別人嘅操心，就有可能本人吃到冇歡喜、冇爽快。所以希望大家要記得相互尊重，尊重自家，咪尊重別人嘅寶貴時間，這樣唔會操心，係那度嘅遺憾哦。